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各位听众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与大家在本期的访谈节目中见面。众所周知，在我们长达50多年的流亡过程中，藏人社区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推动下实行了民主制度，文化、经济或卫生状况等方面都得到了非常大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流亡藏人社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文学与政治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但是，流亡藏人们似乎对法律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关注。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毕业于印度班加罗尔科尔斯大学的藏人法律学者罗桑扎巴，与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现今流亡藏人社区对法律意识淡薄的背景和原因。感谢大家的收听。罗桑扎巴您好，非常感谢你能够接受本台的采访。很高兴。那么首先，请你向本台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简短的做个自我介绍。我叫罗桑扎巴，然后2000年我到印度，然后我就进入了这个 DCV 学校。2005年我毕业于 DCV 苏家，然后2007年我毕业于古巴布学校，然后就到了参加那个法律大学。2003年我就毕业法律研究，然后2004年我法律硕士毕业呀，这就是我的简短的一个介绍。是的，谢谢。那么据我所知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呢，于2013年的6月底召集印度各邦内的藏人律师和法律学者，举行了一场藏人法学家协会，并且在会议上呢，还成立了流亡藏人社区中的这个首个藏人法学家协会。您也是这个协会的成员之一，对吧？对。那么请介绍一下成立这一藏人法学家协会的这个宗旨和背景是怎样的呢？好，那就要讲一下它的具体背景了。我们1959年以来，西藏很多人就流亡到印度，然后呢，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民主社会所需要的3个机构。所以说，这个司法部门，我们司法部门的有关人员，他就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西藏流亡政府培育了很多这个律师、法律学者还有法律学生。但是刚才你开头也所说的那样，在流亡政府中对法律的意识是非常弱的，是不高的。对。所以说，要是需要去提高在西藏人中间的法律意识的话，那就必须得有一个体系和组织，也可以说是协会，他去做工作的话就比较好。所以说呢，2003年6月28号到30号，在那个司法部门的操办下呢，我们在达兰萨拉就开了一个历史上第一个，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吧，就是藏人法学者的会议。然后呢，在29号早上，我们就有幸接见到了达赖喇嘛尊者，然后达赖喇嘛尊者与我们共享了将近50多分，然后尊者也有此意吧，就是说呢，如果要是你们可以办一个这种法律协会的话，那个呢，不仅对藏族人，而且有需要的话，对那些贫穷的印度人，在法律方面就可以拥有很多帮助。就是这种一个背景下呢，我们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就成立了这个西藏流亡法律者协会，就是这么一个背景下成立了这个协会。谢谢。是的。那么您在这一机构中所肩负的职责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协会就跟其他协会一样，然后具备所有的那个人员，就比如说协会会长，然后秘书长，然后什么会计之类我们都有。然后我在这个协会里担任的是协会秘书长。对。
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包括您为主的与会代表们还获得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特别接见，对吧？那么当时尊者对成立这一机构给予了怎样的评价呢？当时呢，就是尊者很开心，就是第一个嘛，他就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藏人，就是律师、法律学者，还有法律学生，大家都聚在一起。对，大家都聚在一起的话，就很开心吧。尊者也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培育了很多嘛，就是法律，专家也可以说是从行法律学业的那些人嘛。然后当他听到我们也是有想去办一个协会的那么一种想法的时候呢，尊者就非常高兴，然后他就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有关法律的问题，然后要是他法律的宗旨，还有真正的法律的意义等等等等，然后他就鼓励了我们很多。那么流亡藏人社区中虽然有这个司法机构，但是每当流亡藏人们真正遇到这个有关涉及司法方面的问题时，都必须与印度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外，藏人行政中央方面是无权进行擅自处理的。这应该也是流亡藏人学生中很少有选择攻读法律系的原因之一。对此，我想请问您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选择攻读法律系的呢？对，对于这个问题啊，我想我还是需要解释一下，因为呢，你也知道，法律从大部分去分的话，就有刑法跟的民法，对吧？然后我们的司法机构啊，可以从事民法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民事法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因此我们也有民事起诉法，我们藏人也有，所以说呢，不仅仅所有的涉及到所有那个法律问题啊，都必须得通过那个印度法律跟印度法院才能解决的，那是不一定的。这是我要就是说明的一点。我觉得这个法律是很重要的一个体系。如果要是一个社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它一旦没有了法律的话，那就完蛋了，对吧？对。那就谈不上什么和谐、和平，然后什么稳定发展之类的事情。所以说，法律是一个关键的要素。如果你要是一个国家要和谐、和平、稳定发展的话，那必须得有法律去控制，还有法律去调解，然后法律去呢，这个管理，才可以发生这么一个国家，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法律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点呢，你也所说的一样，在这个西藏流亡社会里面，对法律的意识非常薄弱、淡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也很少有人就是去攻读这个法律学业，因此呢，我们在法律方面呢，民众也是没有什么很高的意识，然后那些年轻人也就对法律也就开始不太关注，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我觉得。所以说呢，我就进入了法律，然后就读了法律，然后现在法律硕士毕业。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很多人现在读法律。我想，在不久的以后呢，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藏族法律学者跟的律师啊会出现。对。那么我还想请问的就是，您在内的部分藏人青年攻读法律专业，除了能够在藏人处理法律方面的问题方面，除了能够提供协助外，您觉得攻读法律能够对西藏的自由斗争事业起到什么作用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然后呢，我也觉得这个法律协会啊，也可以说是一定可以为这个西藏斗争事业，就是做出巨大的贡献嘛。因为你看现在是一个
以法律为主的一个年代，对吧？对。然后最近，那中国也不是闹着那个法治改革嘛，对吧？所以说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我觉得法律协会、藏民法学者协会啊，它就可以在法律问题上，就是得到什么研究啊，然后讨论啊，然后就是解决啊，就可以在法律方面就寻求一个可以使我们的那个需求能够达到一个最高的那么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层次的那么一个贡献，我觉得，因为如果要是没有了法律的话，那我们现在的中间道这个西藏联网那个政府啊，就是行政中央他所提倡的中间道，对吧？它是以什么谈判为主，然后那以谈判为主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呢会涉及到很多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然后中国政府也天天不停的在说，然后我们在公平的对待这些境内的西藏人，那么他们是否在公平的对待西藏人呢？那是就心如明镜呢，我们都知道，对吧？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从这方面去探讨，还有去研究，还有去调查他们是否在法律层面上，在跟那个对境内的西藏人是否公平的在对待。所以说呢，对此呢，很多方面啊，法律协会它是可以给任何的事情方面，对我们不管对我们西藏社区也好，流亡西藏社区也好，对其他方面也好，都可以做出巨大的贡献。我觉得我对此啊有很大的信心，也有很大的那个信赖。对，我想是这样的。那您是否认可刚才我所介绍的现阶段流亡社区对法律意识淡薄的状况？您是否有其他的观点呢？对，我非常接受你的观点，因为西藏在这个西藏流亡社区啊，对法律的意识是淡薄的，因此很多西藏人啊，如果我们要是去到各地去调查的话，那很多藏族人啊，他就面临着很多法律上的那个困难嘛。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啊，西藏这个流亡社会里面，对法律的观念和对法律的意识呢是非常薄弱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协会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想办法去提高这个意识，让这些藏族人啊，可以在法律方面有所意识，然后有所什么那种观念，然后呢，不去在这些法律问题上遇到不必要的那个问题，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一贯目的，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目的，对。那么你们的这一藏人法学家协会成立至今快有2年了。那么请问在这长达2年多的时间中，该协会有取得哪方面的进展，以及未来又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对，我们这个协会啊，2013年就是宣布要就是成立，2014年7月23号，在印度南方Karnataka state 在那里啊，就是合法的注册了就是这个协会，所以说呢，这个协会呢就变成了一个合法的协会。然后以后呢，我们就在南方各个学校，然后各个社区啊，就是去开展这个提高法律意识的那么活动，然后也去鼓励很多那个学生啊，就可以就是以后呢，可以去法律大学去读法律，然后呢，去成为西藏
这个律师，然后让这个西藏流亡社区里面有更多、更广、更好的那种律师跟法律学者。这次我到达兰萨拉来也是最主要是因为因为我们想啊，在达兰萨拉是西藏流亡行政中央所居住的地方，然后呢这边呢有很多的那种很好的环境嘛，所以说呢，通过这些然后我们就想我们要去设立一个呢，就是协会的办公室，然后呢去工作嘛，因此呢我们就给这些议会长啊，还有行政中央的首长等等，我们就接见了他们，然后也跟他们汇报了我们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我觉得西藏流亡行政中央还有然后议会啊，然后司法机构是天天都在帮助我们，给我们很大的那个支持跟的鼓励还有帮助，所以说我觉得拥有这个三个机构的那个什么支持还有帮助的话，那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法律协会啊将会在达兰萨拉出现，然后我们也有很多这个目的，还有很多计划，所以说呢，到时候呢，我们就会以我们的计划还有目的去奋斗。所以说以后我想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谈谈那方面的事情。对。最后通过本次的访谈节目，您对流亡藏人学生中想选择这个攻读法律系而犹豫不决的年轻藏人有什么想要说的话吗？对啊，有啊，法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系。我刚才也说过了，法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系。所以说，对于我们西藏问题来说的话，法律也就不然而知的，就是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体系。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法律学者、更多的律师、更多的法律专家。我就请求啊，这个西藏的年轻人们对这个法律啊，不停的去思考，然后因此呢，自己就在那方面，然后就去学习法律，然后在不久的将来就进入那些法律大学，然后更好的法律大学是更好的，对吧？可以进到很好的法律大学的话是很好的，但是一旦进入法律大学，变成一个律师、法律学者，然后法律专家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要再接再厉的去然后对于这些西藏流亡行政中央还有我们的有关部门，我就想通过你们这个机会我就想给大家说，西藏流亡法律学者协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系。我请求大家呢，就是在慎重和在严谨的考虑中啊，就给这个协会啊大力的支持和鼓励还有帮助。希望以后的这个法律协会呢，就可以啊给这个西藏流亡政府跟人民啊带来无穷无尽的那种贡献和帮助。我相信我们会做到的。所以说呢，我就请求大家了，谢谢。是的，谢谢。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洛桑扎巴参与我们这期的访谈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次仁，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再会。这是你的。